三嗰啲有。誒咩嚟啊？哦，中。哇，都有啲力嘅，呢條有啲大條嘅。攞過嚟。打格仔㗎啦，唔使驚係啊。正啊！你波而家。大嘢，OK。兩條都好啊。哇，正啊，啱啊！船長中兩條。今日26號，6個人西水出發，有一個新加盟嘅靚女釣友上船，同船仲有400條保持者廖師兄，廖師兄整咗路鬼飲咗18罐加士伯，多謝佢。29號，今日5個人出西水，希望又釣到細輪。入咗入飛上。新師兄小明，第一次上船。喂，唔係啊，紅魚啊！哇，3刀啊！花3刀。哇！2斤都嚟啊！2斤啊！跟住今日15號，4個人西水出發，其中3位師兄係第一次上船。哇！西輪，哇！拉上嚟一甩㗎啦。誒，咁咩魚一條？泥鯭。拉上嚟。拉埋啦。泥鯭。睇吉手啊！唔係黑啲啊！西輪啊，食紅草啊！係啊。Oh, we got dinner, bro. 今日23號，5個人西水出發。咦，得啦，大嘢到啦，維港。啊，我唔理佢。咦，有啲睇頭喎。呢條應該2斤幾，估計細輪啦。使唔使撈機啊？我自己搞掂。啊。
哇，有啲睇頭喎，過2斤喎。呢條應該過2，哇！青佬啊，青佬啊，青佬青佬。OK，都幾好嘅。哦，第一炮，2斤青輪。OK 啊，幾大？哇，巨型巨型。我食生蝦。生蝦得食啊！哦 OK，啊，影幅相。拍完條片先。今日東水湧大，冇辦法啦，要返去維港博大嘢。啲湧實在太大啊！今日29號，東水維港5個人出發博大嘢。今日21號，7個人維港出發。手板 OK。今日散團漁獲啊，落足成日雨啊，嗰條泥灣好大條，有呢個白鱲同沙鱲啊，就係咁樣啦。快啲啊！好啊！快啲啊！好啦，好凍啊！跳下先啊！好，今日收穫咁多。今日散團漁獲，白鱲少啊，甩咗幾條真係。又斷咧？斷一條啦，影啊！等我陣。啊，有花頭梅，有細輪啊！啲星斑啊，唔好叫花流湖啊，星斑啊！花流湖大青啊！細輪啊，雞魚啊，石口魚啊，好啦，收穫滿，搞掂。擺上去先煮。6、7、8有8條白鱲。今日港水漁獲有白鱲，有芝麻斑，有沙鱲，有雞魚，有石釘、九公，係咁多魚。散團漁獲。今日港水啊，包團啊，有沙鱲，有雞魚，有好多泥灣啊，有池仔啊。咩情況啊？唔夠啦我，條江我攞你。有個淡江包船啊，出奇地啊！哦，我攞條夠噶啦，條江幫我攞佢嚟。我唔搞你唔好出去玩。攞個隊啊，攞個隊嚟今日。好靚，好靚。今日港水散團啊，都 OK 啊，唔差。有條大白鱲。哇！今日港水散團漁獲有幾廿斤魚。有好多嘅其實，不過未打開個袋嘅，全部都好大袋嘅呢啲。有40蚊。有呢條呢個做啦嗰啲啊，白鱲仔嚟。今日散團漁獲啊！今日7號，6個人西水出發。
風大湧大，唔知釣唔釣到。係啊，冇錯。我放工啊！條片上頻咗啊！